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双北的疫情，继续来探烧。这个体检的人数是加真多。台北市长郭文泰昨发出着订照令，调集着退休的医护人员来加入着抗疫的行列。目前台北市有几啊间的病院爆发着院内的感染，面对着疫情扩大，要安怎来因应呢？来听郭文泰安怎讲。 在万华的4个快筛站里面，总共快筛了1271人。那这4个快筛站阳性的加起来是58人了，占4.6%。这表示什么？你知道当然，我也认为这个潜伏期2到7天了，所以也不是说现在看到就一定是现在的状况，其实是1个礼拜前的状况。 如果你在急诊有做 PCR， 那请同时做快筛。台北市的超市、夜市、地下街、摊贩集中场，还有市场，这市场含批发市场、公有零售市场、饮食类的摊商，即日起全面改采外带或外送。在我们加强版的专责防疫旅馆的内部，我们现在会增加 医护人员，第二个，所有的医护人员进驻之外，那他所有的清消都是由化学兵来进驻，也就是在这个大家会担心说防疫旅馆原来的防护没有做到那么好的部分，我们会以化学兵来做清消的处理。另外，警察也会进入这个加强版的防疫专责旅馆来做值班， 来确保这边的安全，所以化学兵跟警消都会支援这个加强版的防疫旅馆。那就这个。